继续来看台地街一排厝塌落去，市政府昨时赶紧撤离197户367个人哦，有329个人是先住伫附近的饭店。有一寡民众透早是正赶紧讲要返去厝里摕一寡重要的物件，也毋过因为烦恼现场的状况所以一定要有工地人陪同。如果维护固定的工作大概需要3天才会开放住户返去厝里。台北市政府嘛提供急难救助金，1户是6000块。 这我要拿换洗衣服啊！你不换衣服怎么这么臭？你没有闻到吗？就去想要返去厝里换衫，台北市台地街有人家厝落落，市府测试案紧急撤离197户367个人，收容安置329个人去中山区的9间旅馆，包括香树花园酒店、美国汽车旅馆等等。不过住户讲根本就困袂加多，因为紧急撤离，啥物都无做，透早就想要赶紧返去摕物件。 不方便，真的哦，人间地狱啦！那边在家他方便。对啊，你看我们只有拿一把钥匙出来啊，好，怎么办？什么都没有啊，今天没有啦，也没有钱吃，也没钱吃午饭啊。因为现场的状况是真无稳定，住户若是要摕物件，都要由市府的人员陪同，而且戴安全帽啊才会当入去。然后住户赶紧要去扛乌托邦，这个单身是住伫2楼，不过雄雄变做是1楼。 伊真无奈讲，雄讲离开，敢若早锁匙尔，目前无法度当去摕物件。原本按说要出国，高不离将都来取消，这个损失恐怕是真大。非常担心啊！而且我礼拜要出国啊，我身上1毛钱都没有啊，就听到声音就逃命了。我们3个就逃命了，就逃出来了。有的住户是真着急，因为有人的动物伴留伫咧厝里，里长伫现场电话嘛是接袂离。 不过，相关医护的工课需要差不多3天，等现场安全无问题了后，才会当通知住户回去。我可以理解大家很急的心情，但是就是还是要接受台北市政府这个灾害指挥所的指示，我们慢慢放。台北市长邱万安嘛去安置灾民的饭店慰问，台北市府嘛提供急难救助金，1户上济是60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